原来是红花有新的了解，以前红花我做着啥做着，参加的节日当中家庭操作的事情啦吼，因为拄则吼咱听着李老师伊伫咧讲讲即个班员讲恁现在心情是安怎？以前红花以前是遐食手，就有快无？有咯。我都是讲讲电话是叫我叫着红花问讲红花现在心情是啥？但是电话是讲，伊电话是讲无拍着红花，红花实在都想要来讲，今仔日即个课都无好讲的，拄仔问着红花，进红花的心情就是紧张再紧张，真正有够紧张。那即个情绪管理啦，其实红花感受着，咱人的情绪来自于外在。拢是外在，人啦，遇到啥物代志，啥物烦人啊，或者是讲啥物代志，因事物来影响人的心情。那伫即个因事物，互咱影响心情，其实互我感觉讲要下去，拄则你老师讲的空前，敢有简单？无真的不简单那以后来讲，这个情绪的管理，互我的情绪的管理嘛，非常的差，无好啦。所以讲，这个对互我来讲，真正无好，学习。那或许拄则上这个课了其实互我该规划讲咱人简单所面对的，因事物方面有几项或许跟各位进行分享。一般的人有安那？有咱人的，我看过做个心盲，心盲，阿毛人安那？心灵，但是安那心无灵，还有一种人就是啥？人灵。月啊，人情心无灵，还有一种人情，心嘛。各位同学。哪些细种要来简单的针对一种，人是心嘛灵啦，这种这是一种真大的福报啦。但是这非常幸运，各位同学，咱拢是生源而来的，所以这点咱无能想起来。因为咱袂当做这种工课啊，安尼咱就对着继续家己啊，对不对？来，心无灵。较袂出声，一件做过一件，但要做袂了，互咱会感觉心嘛无灵。咱人的心足无灵的心做足无灵的，其实这有两种情绪。第一就是讲，咱会做啊不亦乐乎，哇，真个足欢喜的，足感恩的，感恩。上天慈悲，互咱有遮尔多的工课，互咱了解。还有一种就是讲，一边了解，一边嘛了解就是上好拍。愈做愈了，这种叫做啥？就是个抱怨。各位同学，了怨内底有感恩，也有抱怨。那以情绪来讲咱要把抱怨转向感恩，这个很重要其实我感觉讲人讲来讲，一件代志无好的就是好的，我亲身去体会着一件，之前是差不多5、6个月前，我有50斤不严重的，这50斤拢卡掉的了。拢卡掉的，卡掉可能是身体问题，佫加上讲工课多，互我的情绪就无好，情绪不好，就是对咱
工课若要做互较接，还是讲有工课要做较做，互较多人啊，就会感觉不烦的。因为啊，是每次拢袂顺去，4个月多分7个月多30公斤。啊，因为咱其实后续去感受到，咱讲无做的就是好的人啊。伫迄段时间，我互较暗时啊，我袂顺去，啊，互较吼，因为暗时啊袂顺去，原先互较就半暝仔爬起来行，半暝仔起来，大家拢在困哦，我半暝仔起来爬楼梯安尼行，安尼家己顺，啊，顺看伊有教配无。啊，阮中心甲我讲妈妈，你会惊死啦！你半暝仔再做亏，对啊，我妈妈你阁袂当拜托的，你若困的时候，你就倒当门肯，啊，食就好啊，半暝仔起来睡，那后续我你想讲啊，半暝仔一年长了了，啊，要哪过？啊，后续你想讲啊，来听任何书院北方师的讲课，还是听老师的话。听7个月，听7个月哦，或许感觉讲，啥物叫做无好就是好的，因为是7个月内底吼，其实咱或许吼心境上慢慢提升啊，真的好像有比较成熟一点，比较成熟一点哦。或许已经以前若有着啥物工课的时阵其实或许就是这种埋怨的啦。会抱怨的人，虽然我们知影讲这种行为是嘛是一种使命跟责任，我要去做。但是工课也多还是讲想要做，希望讲有助力，但是又没有助力，又想要做好，又做不好，整个情绪就会起来，就会很不开心，就会很不顺，所以讲就会感觉讲很不快乐。但是我看他们强学会会持续导师的话，或者你可以上，因为现在其实你渐渐晚上渐渐听的时候，你觉得说，师傅怎么跟我们这么近？我进的清楚，我进的想他，整天他拢会知听，所以我就一条一条安尼一路安尼甲你一路做。所以我感觉讲其实所以讲心忙，但是这个心伫咧无用的时阵真正会到由抱怨转到感恩那种心是欢喜的哦，真的会很欢喜，会很感恩哦。还有一种就是，其实家庭的人，为什么心内安做无成的？有即个烦恼，做者无欢喜。做者看袂开，咱像拢逐工的面拢忧愁，是安怎来安尼？各位先生，你两个是心情，也无做啥，为什么咱会安尼？咱有这种情绪，其实我今仔看助理传递的迄种互我伊讲其实咱人若有苦。有即个苦咱就无算是一个善良的人有阵时咱会感觉讲咱是一个，咱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伊讲的善良的主题就是讲，咱敢有迄种度量来包含看咱厝里的人，也是讲咱身边咱是度量有着的管理事物，咱敢有时常讲上出的主题迄种发生。迄种主要来看这种代志，其实咱晚上真正安尼我们就不会有苦了咱就是无够慈悲，其实咱讲咱慈悲，其实咱无够慈悲。或许拢会常常安尼想啊，像或许伫阮个乡家伫阮地方我就是迄个上细汉的迄个苦劳一路来互我感觉互咱伫我里面找做苦劳那个，这个或许是不欢喜的，有时候会我也是有一张过年拄咱接到找找我知道接到找我迄阵那时候我见有拄车祸，车祸里面伊转2个月了后，再来处理转2个月，就处理迄2个月，互我拢爱换水。迄
去甲伊洗头，甲伊洗身躯。哦，那安那拄好我爸爸妈妈去食着，哦，食着我，哦，那咱找到初五，或许拢是用哪一办吼，就是咩啊，哥哥他自己有事的，那妹妹去厕所，哥哥拢会摕尿盆来互妹妹放，放完去甲伊倒，那或许会当是啊，哦，出去负长，互爸妈叫从初到初五是负长，那是负长吼，就来的时阵吼，或许大家心里讲哇，今仔日吼较晚就来4点半。较晚就来，爸爸等下要食饭，妈妈要食饭，我爱赶紧煮饭，我煮饭煮了后，我爱做干咩啊？洗身躯甲洗头，所以讲我就来第一件代志就是先煮饭，互爸爸妈妈食，我搁爱干咩啊？洗头，你去线香，你去线香，结果互我饭煮熟啦，干咩啊？洗身躯洗头洗好啦，爬去医疗的时阵，看到我的上坡。或者是看家庭，双脚拄至到脚仔边，或者就来问讲上公拄至，敢骗香啊？伊就目起来甲讲苗子，袂骗香。那或者吼，互我要去要去楼顶的时阵吼，互我实在唔够钱。但是互我去咧骗香的时阵，我有影甲家己讲，我这个面孔不可以让老母娘看到。他会很担心，线香的时阵，我就来时阵要行来楼骹，线完了要行来楼骹的时阵，或许就先来去同一个样。我要安是这个家庭内底这个苦日啊的这个分分做淋漓尽致，就是我的心不起一点不高兴的心。我要咱做讲我会当心主拢病的，就是咧做苦日啊，做都欢喜的，都欢喜的啦，所以或许就感觉讲，其实讲无好的，真正无好的嘛是好的。虽然有抱怨，但是或许的目标就是讲要安怎家己就是要安怎，伫这个家庭内底有阵时大家常代志拢要互发，但是互发要安怎达到公司啦，一定输去，就是啊，过去啊，无钱，所以就是常亲近，或许感觉讲这个是在历练后学。也感恩啦来，再来就是人，他说我们讲心灵，心无灵啊他说讲对一项，来再来讲人灵，心无灵，人灵你灵足灵的但是心无灵人灵和心。心灵心无灵，即嘛说人国灵，毋是人国灵是人国灵，心无灵。现在无通做通做，但是心是无灵的，好，我们这个再擦掉，因为后水晶不太会解释了，来。咱再讲人灵心无灵，我感觉我毋是这个人注意嘛毋是呢，我是一个人较灵心无灵的，到人事业讲我是这个人灵心无灵的。你都要然后你要去列容心，好了，那或许一些伙伴们他也让他们分享也算是救命。我们也想要做我们这边，好，谢谢。